大家好，我係 Gary，歡迎收睇今日要聞。根據 HK01 報道，政府早前預計首支的士車隊3月底開始正式投入服務，不過直至現時，僅2支車隊以試營運方式運作。據悉，有部分車隊聘請司機遇到困難。正喺試營運嘅星群車隊執行董事鄭敏儀透露，車隊現時的確未招聘到足夠人手，同申請規模60車輛數目嘅發牌門檻仍然有距離。佢又回應坊間的士司機選擇唔加入車隊嘅原因，稱司機對車隊運作唔了解，指車隊會加強解說同埋宣傳。星群車隊於今年1月起以預約的士形式試運，至今約有3個月。執行董事鄭敏儀今日喺港台節目《千禧年代》中表示，試運期間成績理想，平台共已完成咗4.4萬個行程，平均每單價錢為268蚊。較街客單價大約146蚊，高出84%。根據發牌門檻，車隊需有申請規模60數目嘅車輛投入服務。以星群425輛的士嘅申請規模，即需約255輛的士。被問到人手問題，鄭敏儀指車隊原計劃現時應招聘到營運100部的士嘅司機，即以早晚更加共200名司機，為現時仍未達到目標。佢又喺報章透露，車隊目前暫緊60幾架的士服務。鄭敏儀形容業界現時仍然處於觀望，話唔少司機仍然正猶豫係咪加入車隊，但坦言係適應過程，又承認以現時預約形式試運對司機無法提供足夠誘因。鄭敏儀又逐點回應坊間司機對加入的士車隊嘅憂慮，話司機對車隊運作唔了解。鄭敏儀首先否認有司機話經車隊租車較現時向車行租車貴，指經車隊租6座位電能的士嘅價錢同經車行租小路寶混能的士嘅車租相若，車隊更會為的士補貼充電費用。認為喺呢個方面司機轉入車隊冇大困難。就有司機擔心加入車隊之後收入不如單頭。鄭敏儀公開車隊月薪制嘅營運模式，話車隊司機有1萬蚊底薪，並會有營運收入。保守估計，若果司機每月上班25、26日，年底薪月入可有3萬蚊。亦都有司機認為加入車隊之後會面對唔少限制，例如只可以經平台接單。鄭敏儀強調，司機加入車隊之後仍然係自由身，可以自行選擇接街客或者平台訂單，而平台亦都會提供接平台單嘅足夠誘因。至於有司機擔心食飯時間受限制，佢則否認有此事。話司機在外仍可以掌控自己嘅行程時間。就有司機擔心電能的士要充電，較入石油氣慢而且貴。鄭敏儀指現時電能的士充滿電約需半個鐘頭，期間司機將的士放於充電位，可以食飯休息，更不用擔心被抄牌，只係車隊試運之後得出嘅經驗。至於價錢，佢指石油氣的士同電能的士相若，行駛每公里成本大約為5毫。鄭敏儀又否認有司機指車隊只係向年輕嘅司機招手，話車隊最主要係視乎司機駕駛態度、安全性作考慮。又話車隊為成員設立咗每月嘅駕駛卓越獎金，以獎勵司機嘅良好駕駛表現。表現傑出嘅司機將有機會晉升為小隊隊長。除日常營運收入內，每月更可額外獲得1萬港元薪金。喺同一節目發言嘅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主席陳恒鑌則指，據佢了解，現時除咗人手之外，有車隊因為購入資深的士未交付而有阻滯，又認為現時仍然有時間，唔擔心到7月正式投入服務嘅期限嘅時候，仍然未有車隊運作。佢又認為現時係必經階段，建議政府可以適時介入協助，例如可多向社會介紹車隊嘅營運狀況，最終會點樣提供服務等，並了解車隊喺早班時遇到嘅困難，例如縮短新車落地、出牌嘅時間，令驗車過程更順暢等，多提供支援。又或向未有經驗嘅車隊提供意見或者技術支援等。我哋再嚟睇另一篇由 AM730 對的士車隊所寫嘅評論。運輸署引入的士車隊制度，喺舊年7月向5間獲選嘅的士車隊營辦商發出的士車隊牌照嘅有條件暫准通知。運輸及物流局長陳美寶早前曾經預計首支的士車隊會喺上個月底投入服務，不過至今未有車隊獲發正式牌照，僅 Joy 樂行同埋星群的士車隊以試運形式運作，且有唔少疏漏。世界上大城市嘅潮流係通過規範網約車，發揮共享經濟效果，善用閒置資源。政府嘅角色係確保車輛質素同埋司機態度，並唔一定需要另起爐灶。
政府推出的士隊計劃，原意係改善乘客體驗、提升業界質素，或者會事與願違，確難對車隊予以厚望。距離的士車隊全面投入服務嘅死線仲有3個月，目前只有2個的士車隊試運，早已落行。第一階段有200輛的士參與，星群的士參與試運，更加只有少於100架車。乘客原可經手機應用程式預約行程，但仍然有技術問題未解決。有顧客投訴難以網約叫車，只能靠傳統線下客服手動配對，更出現多次付費嘅技術問題。此外，車隊聘請司機遇到唔少嘅困難。據知部分車隊提供包薪制或者租車制，但前者嘅薪酬待遇同現時自由身司機仍有距離，欠缺吸引力。後者嘅租金則較租一般的士為高，雖能夠獲配對客人，但未知實際成效，故先採取觀望態度。當巴士公司都難以聘請青 G2 的士車隊，能夠招攬有經驗嘅司機並唔容易。新入行者又可能未達到車隊嘅要求。根據政府嘅規定，5大的士車隊營辦商最遲7月底便要投入服務。佢哋若要取得正式牌照，人手同車輛數目均要滿足政府嘅要求。然而喺現時嘅經濟環境，要喺3個月時間內招聘到足夠嘅司機，卻令人產生疑問。同香港一江之隔嘅澳門，係世上極少數旅遊城市全面禁止網約車，包括香港人在內嘅旅客都經常抱怨喺當地難以取得基本嘅的士服務。喺2015年，澳門就有電召手機程式的士車隊，原則上只容許通過手機應用程式電召的士，唔能夠喺街頭接客，目標係服務本地居民住區需要。但實際上，車隊亦都集中喺邊境關口同埋旅遊熱門地點接載遊客。當地居民仍然難以得到相關服務。後來澳門政府面對現實，前年公開競投500部普通的士，令到澳門嘅的士數目由來嘅150部增加至180部，亦都可以話係宣告電召手機程式車隊運作失敗。澳門面積細小，尚且難以通過車隊提供服務，香港就更加難提供覆蓋全面嘅車隊。而家發出嘅5支車隊牌照，最終可能要通過合併，剩返1-2隊可以運作。講到底，網約車潮流大勢所趨，跨國企業能夠收集唔同地方嘅路面資訊、乘客出行習慣等等大數據，從而釐定價格同埋管理司機服務。當中細緻操作並不如一般人想象咁簡單。香港嘅車隊未必能夠投入足夠研發資源，達至相同嘅效果。所以政府有需要密切觀察的士車隊嘅實際運作以及財務狀況，必要時壯士斷臂，盡快規範網約車，迎合而家市民嘅習慣，滿足嚟自世界各地嘅旅客需要。如果鍾意呢條片嘅朋友，記得 CLS 3部曲 subscribe 同撳埋隔離嘅鐘仔，有新片推出嘅時候就會第一時間收到通知。我哋下條片再見，拜拜。